奇蹟九重生漫畫苦災文。就算痛失家園、親人，但佢哋一直冇放棄過。311地震嗰陣，攻城方濱市嘅谷慈家急住逃生，留低咗愛犬拖華同 Melody。好在佢哋夠醒目，識走上2樓避。谷慈家諗住愛犬一定凶多吉少，點知2日後返屋企，可以見返佢哋，不知幾開心啊！共富貴原來都可以共患難㗎。有漫畫小說家生死未卜，亦有人用畫同字向災民送暖。著名文學作家村上春樹更加透過御用翻譯同大家報平安添。